台湾卫生福利部的调查发现，讲台湾18岁查甫囡仔平均的身高有求水的趋势。2017年到2020年的平均是172.1公分哦，比前4天的调查是下1.2公分。也毋过18岁查某囡仔却愈来愈大汉，平均是有161.2公分。学生时期多是发育的期间，真侪人拢会焦虑身高的表现。随机问学生的理想身高到底是几公分呢？有165以上穿搭会比较好，如果太矮的话，有时候可能去买裤子就很容易拖地。185公分，运动竞技方面会比较有优势。根据卫福部调查，台湾18岁男性的身高为2013年到2016年平均值是173.3公分，下降到2017到2020年172.1公分，因共是下1.2公分。反倒在18岁女性平均身高则是每年增加，2013到2016年平均值是160.7公分，最近一摆是到161.2公分。医生认为，大考也可能会影响成长发育。我们所谓的生长激素、甲状腺素都会因为肥胖的关系造成所谓的钝化，所以相对起来，就是肥胖的人，这个他也会影响到，或者是体脂肪过高的小朋友，的确影响到他的生长发育。根据学生囡仔健康检查的资料统计，国小学生囡仔伫111学年度，过冬加大考成功率是26.4%。比顶一个学年下降0.7%，国中学生囡仔111学年度是30.2%，也下降1%。我们也协助了这个教育部来制定学校午餐食物内容及营养基准，还有校园的饮品及点心贩售的范围。医生表示，囡仔身高甲爸母先天的因素有一定的关系，不过后天依然有努力的机会。家长应鼓励囡仔食健康营养食物，补充适当蛋白质，避免油钱的食物，加做运动也是会有帮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